奇居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好，天狗啊同埋紅旗咁樣稍慢啊，前面快嘅馬咧見到中檔位置好好計埋邊咧就外跑得出邊仲有跑背跑，中間咧就一步啦，最出咧就係呢隻捷歸來啦，咁啊外邊嗰個龍王啊，內欄位置時尚風采黃衫嘅，中間恩格斯就紅紅地色衫嗰隻嚟㗎啦，再喺外邊搖滾勁力英之團啊橙衫嘅，尾四到咧就係天狗啦，咁外邊咧仲有獨掌全權啦，內欄尾子位置咧就係呢隻卓力之城向尾子啊，包咗落尾就紅旗用將，轉緊彎中間啦，好好計跑保背跑外邊捷歸來排邊位置咧就係呢個外跑得第四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時尚風采啦，中間黃衫咧就係一寶啊，外邊藍就白衫就係六郎啊，最出咧就搖滾勁力啊，中檔位置恩格斯揾緊位啦，再跟住恩格斯後邊有天狗嘅入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中間龍王俾佢有啊，見到中檔位置恩格斯跟住佢哋跑，再外邊時尚勁力嘅馬咧，仲有呢隻搖滾勁力追緊上嚟，外邊嘅獨掌全權啦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嘉應高升將後邊嘅對手越跑越甩，最後100咋，撳住個終點啦，後邊嘅馬都係叫人名區第二，幸運有你第三，合火奔掌全權係好近㗎，結果龍王咁啊，其實佢都揾到個遮擋位置啦，轉彎就揈咗出中檔少少，咁啊都係拋離對手啊大勝，龍王贏馬，第二名咧咁啊順呢步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。捧走呢場短途錦標翻嚟㗎啦，係咪香港短途錦標嘉應高升連勝紀錄去到11節啦，你跑1000咁高級數賽事好輕鬆咁行過對手，誇張。驕陽名區跑過第二啦，幸運有你第三，都係繼續呢條 Q 咯嚇。就算少少輕煙都好，都冇問題。幸運有你都跑得好好㗎啦。大勝而回啊！幸運有你反而。